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交通部观光局伫中秋连假这几天开放民众，会暗时会使到野柳第1公园看女王头。伫初三暗晡，阁有音乐会。过去几年开放一暗大约拢只有500-600个人，也毋过昨暗人数竟然超过3000人，排队嘛排甲落长哦，嘛影响到部分民众过节的心情。 野柳石冈夜风女王活动顶半年因为疫情关系暂缓，下半年活动重新开放，民众只要摕2张今年高价10价发票，就能免费入园。连假第1天人真多，本来主场地女王头光雕导演区，只个人容纳500-600人，昨暗有3600人次入场。我们终于来到野柳地质公园的入口，真相大白，原来在排这个。 夜访女王头，来，人山人海的，人真多，排到200-300公尺长，所以现场是用一入一出的管制措施，尽量让大家拢会能看到女王的暗暝风情。那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就是说，为了这个游客的安全呢，我们还是会进行这个一出一进的这个管制哈。那请这个民众呢，在等候的时候呢，要 多点耐心啊！那我们尽量会提供比较好的服务，让游客呢可以比较顺畅的去游园哈。野柳石冈夜风女王活动伫初三暗要办音乐会，到时人也会真多，所以园方希望想要去的游客尽量提早到场，或者是先打电话问现场的情形，才袂失望。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各地早暗拢下凉冷。来看云图，今仔日是东北风减弱，各地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东半部地区云会较济，中部山区佮南部地区过道有一寡所在卖落雷公雨。另外，高雄、屏东沿海早暗卖落淡薄仔雨。今仔北部、东半部温度上悬，大约是31度到33度，中南部是34度左右。西半部地区你个 温差较大，早暗就爱穿雨靴。另外，提醒这几天出门就爱特别注意空气污染哦。伫中部、云嘉南、高雄、屏东地区，空气品质预测拢是感觉式提醒。 再来看香港民众总是发起游行，也毋过无受到警方的许可，也毋过香港人嘛是上街头来表达心声，总有80来个人互警方抓起来哦。嘛有民众发起讲要做伙上西雅山来点灯提出攻护香港的旗仔的行动，也毋过警方就伫山骹来管制，无要互市民上山。 虽然官方事先警告派大批警力戒备。 有几60个人被逮捕，其中包括4位区议员。不过自早到晚，香港真侪所在拢有示威行动。警方讲，伫咧9龙的龙翔道有人弹汽油弹，或者纵火案对查。另外，伫网络顶有人发动火泥灯活动，趁中秋去里西雅山点灯，采攻护香港的旗仔，表达诉求。 警方伫咧山骹管制，阻止市民上山，理由是山顶可能有非法活动。有民众落来时阵，讲是去里看日头落山，就互警方超身登记身份，提出正不满。10个出席中国国庆香港民电等团体发动游行，要求中共释放伫咧深圳逮捕的12位香港人。警方拒绝。香港媒体报道，港警伫咧全香港部署6000名警力戒备，香港反面派人士也发动活动。 香港支联会也无人权闹国庆的布条到中联办外口示威，港警以违反限聚令开罚单。支联会主席李道仁当场将罚单抓破抗議。為咗自由民主抗爭，但佢哋而家就喺呢個監牢裏邊受苦，包括我哋香港嘅12個港人。 香港社民連是一早起到國慶升旗典禮地點，政治警抗場附近遊行，點火燒青元批，隨後港警拍花。無論部分持雙重標準嘅外國政府對執行香港國安法嘅機關作出多少無理嘅指控，甚至對維護國家安全嘅特區官員粗暴咁實施進一步嘅所謂制裁，我同埋相關嘅同事會繼續 無畏無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伫咧國慶酒會再一遍侮辱港版國安法，講只要香港人支持一國兩制，香港就能建設了更加好。
另外，伫香港理工大学也破例伫咧学校内办国庆升旗典礼，引起学生的不满，招人穿乌衫到场抗议。理大也禁止记者入去采访，连校内媒体也无法度入去。理大学生会批评这是政治秀。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香港推动香港版的国安法，美国嘛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嘛公告出口到美国的香港货品未来拢爱标示做中国制造，嘛以美中贸易战来加关税处罚。虽然香港出口美国的经验并无多，也毋过真侪企业拢认为讲香港制造的招牌会愈来愈无法度伫世界上徛起。香港成立超过90年，挺过世界大战，经过几落变经济金融危机的广东式酱料厂关丁，是数量无多在地传统制造业者之一。伫咧元朗的工厂，最近比普通时更加无形，员工用大纸将产品里头的香港制造改做中国制造。All from Hong Kong, and all of a sudden they need to cover their identity. They can no longer be said this is from Hong Kong. It needs to be somewhere else. 本地劳工、本地手工制作，关丁无得到顶世纪产业外移调去中国找国家属的生产线，坚持守伫咧香港传承第四代。因为豆油、蚝油、海鲜酱、辣椒酱等产品营销国际，伫海外华侨款加中产体系客户真稳定。今年7月刚办国安法通过了后，美国政府将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无国再有优惠待遇。8月进一步要求，使用美国的产品包装顶的香港制造，拢要改做中国制造。以后香港企业甲中国企业地位拢同款，只要产品列伫咧制裁清单内面，就是美国无一切关税天罚的目标。若是违规伫美国港口，会有10%的加重关税天罚。该标签的期限自原本的9月25延到11月美国大选了后，业者担心香港制造这个标签会互人忘记的。Yes, this is only affecting one country, the U.S. But after 20 years, 30 years from now, people will, oh yeah, maybe we'll just put like made in China and forget about Hong Kong. 长久以来，香港以自由法治、设律家的金融之都，是真侪跨国公司要进入亚洲加中国市场的门户。也毋过，这粒名字夹伫咧中美两大国家快速升级的竞争，加长期竞争社会分裂内面，结束加美国的特殊关系。尤其规则一改变，也互香港制造的未来变数真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朝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放假就一定大塞车，国道5号，煞伫昨中秋连假的头一天都无搭着车，车速计驶伫60公里以上。专家认为，高新增的管制等措施发挥效果，也毋过嘛有可能因为这个管制造成国道5号往国道3号往国道5号有真侪车拢搭伫交流道，真歹上高速公路。再来看《中国时报》因为疫情，连3假期无法度出国，所以有真侪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为昨日开始。台北市一间百货公司是表示，昨一天的人潮就超过10万人，一天就收5亿，打破纪录。再来看《自由时报》，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公布反制中国威胁的报告，其中有400多项的政策建议，其中嘛讲到台湾因呼吁美国甲台湾应该赶紧来展开双边的贸易谈判，嘛建议驻美代表处会使改做台湾代表处。另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嘛呼吁，和台湾会使来加入联合国的体系。再来看，昨国内又个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案例，是一位40多岁台湾查甫人，伊本地拢住伫印尼，9月29，佮倒来到台湾，伫机场采检，确定有获着，目前是住院治疗，伊身躯边有14位接触者，目前体检拢无问题。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冠病毒肺炎，佮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第585例。他的父亲9月15号在当地确诊，他在搭机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这个喉咙痛跟轻微咳嗽的症状所以在入境时有主动告知那只有他一个人确诊。
指挥中心公布第515例伫咧飞联机顶的座位图挖通的位，已经接下共班机接触者总共14个人，其中前后2排座位旅客甲共机会的人总共5个。方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另外机组员9个人因为有适当的方法列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若是个案目前住院隔离当中，共机会的4个人嘛已经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另外接到中国官方通报，伫台湾已经下门一个50多岁男性确诊新冠病毒肺炎。指挥中心公布，这个个案已经下门了，进行真济届 PCR 核酸检测。9月30日伫咧当地采检结果是阴性，若是伫咧台湾接触者总共33个人，其中唯一一个出现头痛症状的人，经过采检嘛是阴性。在台湾的接触者，因为有症状，所以去采检，那结果是阴性。他的太太也一直在他旁边，也一直验都是阴性。曾仁祥表示，下门台上的个案会继续来调查，讲伊伫咧台湾的期间，敢是有其他的活动范围，列出可能的接触者，而且嘛呼吁国内虽然无本土病例，毋过中秋连假的期间，民众也是爱注意防疫新生活，注意社交距离，挂嘴烟，甲防护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3400多万例，101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加一个境外移入病例目前是515例，中国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日本超过83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有超过748万例，印度嘛超过631万例，巴西是超过481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77万例，英国超过46万例，法国嘛超过61万例。再来看土耳其的疫情嘛有可能是比公布的情况更愈合严重另外，伫欧洲有真侪国家嘛拢真烦恼第2波疫情爆发，匈牙利的边境特别继续封闭1个月，1区的加护病房即嘛一定特别无够用咯。来看咱的整理报道。根据土耳其卫生部的资料，自疫情以来，正确的病例数恐惊是比官方的数字悬20倍。健康官员对此讲，政府确实无公布逐天新增加确诊的正确数字，是因为根据病人是毋是有症状来决定。过去几礼拜，土耳其每天新增加的确诊数下降，才让人怀疑。Laboratuvar bilgi yönetim sisteminden alınmış bir belgedir. Oysa aynı gün Sayın Bakan sadece 1512 yeni hasta olduğunu söylemişti. Bizim verdiğimiz günlük hasta sayısı zaten 29 Temmuz'dan itibaren de günlük hasta sayısı olarak verdik. Verdiğimiz bilgi bu. Bizim verdiğimiz tablodaki bütün bilgilerin hepsi tamamının doğru olduğunu söylemek istiyorum. 西班牙伫10日出夜通报单日新增加确诊9419例，其中3715例是过去24点钟久来验出来。卫生部紧急中心主任塞门讲，进前防疫措施无得到有机效果，要求民众要确实做好保持社交距离、挂嘴烟的规定。也警告，中大医区马德里目前的重症加护病床使用率已经到42%。另外，捷克医疗体系最近承受正大压力。2礼拜前，逐天嘅新增加确诊数拢超过3000例，了有较降来。不过，伫咧9月30，佮增加超过3000例，病休的病人超过1000例。伫热天松绑防疫措施的捷克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欧洲真侪国家全力伫咧对抗第2波疫情大爆发。匈牙利就宣布封锁边境措施，搁再延1个月。出国会议，不过入境的时阵就要伫48点钟久内体检2遍。官方的数字，匈牙利的确诊是超过27000例，因此死亡的超过780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头一场的辩论会，川普甲拜登2个人是歹嘴相两这场辩论会嘛，互外界认为是有史来上歹的辩论，为了避免第2场辩论继续回高买来增加风险的机制。美国总统川普30日头一场的电视辩论会结束了后，第3届去明尼苏达州造势。针对政治案辩论会顶悬乱吵吵的局面，川普认为讲，伊使用插话的战术，互拜登的弱点拢走出来，因为伊对拜登还有主持人是拢真了解。Really enjoyed last night's debate with Sleepy Joe, and I've got news for Joe.
If you ever became president, you have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 toug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Chris Wallace is very, very easy by comparison, I will tell you. I know them all. I know them all. 那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30日登去到宾州，回呛川普伫咧辩论会顶悬离谱的表现。He thinks that if he just yells louder and louder, throws out lie after lie after lie, he'll get his way. He thinks we'll forget. Well, he picked the wrong guy. 针对头一场总统电视辩论会规个如苍苍的局面，主持人华勒斯表示，伊先就想袂到场面会规个灰高高。几个评论员拢认为讲，这场历史上上届歹看的总统大选辩论会，美国选民是输上忝的。也若伫辩论会当中，川普拒绝谴责伫全国制造暴力，也若响应川普法律甲特殊，皆右派新法西斯男性沙文主义的团体骄傲查甫囡仔，川普干那爱因暂时退下台面，也若这嘛引起各界的批评。川普30的时阵是着急要分割双方的关系。不过专家认为讲，川普迄句退下台面，等于是公开替这个团体背书，互因找到新的动力。They turned it into a meme that's been going around on their social media accounts. They've put "Stand By" on T-shirts that they're already selling, and they're using it to promote themselves and their brand and to recruit new members. 共和党甲民主党国会的议员，拢对川普无法度公开批评认为白人地位上悬的团体表示失望。另外，为了防止10月15伫迈阿密第2场的辩论，佫出现黑白插话的局面，主办单位已经声明会增加一次辩论会特殊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佫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香港国安法引发全世界的关心哦。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布讲，明年按算要收15000名的难民。香港嘛头一遍哦，从那里难民分配的所在。再来看英国政府公布一份华为产品的审查报告，认为华为的产品有安全的问题，有可能会互有心人士利用，影响到英国的网络安全。再来看意大利的媒体之前访问台湾驻意大利代表李成营，内容是讲到看到西藏跟香港的情形，证明一国两制是无可能的代志，台湾是袂使放弃独立甲自主权。再来看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工作小组公布反制中国威胁的报告，其中有400多项的政策建议，内面嘛有讲到台湾的部分，亲像是呼吁台湾甲美国应该要展开经贸谈判，嘛建议驻美国代表处来改造台湾代表处。伫中国10月7日国庆进前，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9月30公布经过数个月调查的报告，针对美国应应中国伫经济甲军事上的挑战，提出82项发现400多项政策建议，甲将近200项立法建议，其中2/3是两党的共识。To supporting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nd the threatened countries like Taiw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报告当中，除了真侪项反制中国措施，亲像制裁牵涉经济或者是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国电信公司，也讲到台湾，其中呼吁美国甲台湾展开双边经贸谈判。迈克尔也表示，川普政府伫真大程度上已经将台美贸易协议谈判纳入考虑。另外，也建议予驻美代表处改用台湾代表处的名字。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台湾代表处确实比台北更较用真实反映现状。As Taiwan's first woman president, President Tsai Ing-wen knows this very well. Over the past years, she has made it a priority to tackle the issues that prevent women from entering the workplace. 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了后，一个对外发声。9月30日，女性领导重新规划后疫情时代网络研讨会上，也甲美国全球妇女议题无人数大赛科里线上对话，呼吁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参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也伫推特表达支持台湾，表示无台湾充分参加联合国是欺骗世界。克拉夫特相片当中的背景，佫出现台湾乌黑的红仔，也看出伊的卡斯。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日本沖縄石湾市昨完成行政程序，正式甲钓鱼台的地址改做石湾市丁野城站局。外交部嘛已经透过外交管道来表达抗议哦，保护钓鱼台的民间团体嘛讲会继续用民间的力量来表达不满。日本沖縄石湾市议会6月2日通过决议，修改钓鱼岛历史地址的名。石湾市公所10月7日完成行政程序，甲钓鱼岛历史的地址由石湾市丁野社改名做石湾市丁野社站局。外交部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本表示遗憾甲抗议。我国政府概不承认任何企图影响我国对于钓鱼台列屿主权的任何言行，并且要求日本政府以及地方的政府要避免任何伤害台湾人民情感以及台日友好关系的行为。外交部嘛，搁一改呼吁日本爱理性，唔通用高方面的举动干扰台湾对钓鱼岛历史的主权甲渔船作业。毋过日前才当发生苏澳籍渔船伫咧钓鱼台海峡作业的时阵，甲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相同的代志，引起保钓团体不满。30原本计划要出海保钓，虽望无成功。毋过负责人讲会继续表达抗议。我们严正的抗议，我们也会非常不满，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捍卫这个岛。对，那今天宜兰县也搞成这样，我们民进党也搞成这个样子，我们的民间能做的就是呼吁，我们把我们力量拿出，我们把我们声音发出来。中部上嘛对中央政府甲宜兰县政府无作为的表现感觉真不满，后一届要出海保钓行动会搁秘密规划，国民党嘛发声明表达遗憾甲抗议。嘛批评蔡英文政府针对钓鱼台主权议题根本就无无他做，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才互台湾的主权甲渔权一直受到损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中秋连假的第2天哦，高速公路局是表示讲，今仔有4大路段车流量会较济哦。今仔各道的交通量有119.8万车公里的量哦，是普隆西的1.4倍。为往南的交通量较济，会出现伫4大车济的路段，包括国道1号杨梅到新竹系统哦，宜山啊到大华系统，国道3号土城啊到关西，国道5号南港系统到槟榔。行车的时间大约是普隆西的4倍左右哦。今仔早起6点到中昼12点，国道5号南港系统往南的路口哦，嘛是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下晡开始哦，国道5号往北宜兰到槟榔，嘛有可能会塞车，所以哦，民众尽量是使用早起的时段来出发。要往南的民众哦，尽量是用下晡的时间来出发。再来看，昨中秋节伫桃园中立有一场万人红鸡航炮，这已经是连续第19年来举办咯。今年有4个里佮18个社区，上万的民众来参加哦，场面是非常的壮观。甲航盘顶的牛排虾仔相并一个，中秋节即天，桃园市中立区有一场万人红路航炮活动，对悬的所在会当看到，规条路甲边仔停车场是排甲满满。万人封街烤肉就是威啊！这场中秋航炮活动是桃园市新都心生活文化协会举办，已经第19年啊。有人是逐年拢来，也有人是第一遍参加。他办几年了，我们就办几年的。有参加过吗？没有，第一次。跟着老婆跟小孩来，超好玩。民众航炮联络感情，也兼顾环保。自3年前改用无烟的卡式导航，互空气不过再烟蓬蓬。针对烤肉环保的议题部分呢，新都心也逐年在精进跟做改进，希望兼顾环保，又能够凝聚社区大家的情感。有人等袂住自尾暗就开始烘，而且全料拢真澎湃。野生的龙胆石斑，今天大概准备哪些东西？龙胆啊，然后还有蛤蟆那些很多食材。对啊。华花园饭店所提供的古华会，不知道，一堆人。伫中秋节，大家家出来电器关起来，最近行出门来烘肉，唔那是当食好料的，也当家厝边联络感情。记者综合报道。昨台北市建都100周年的活动，现任的市长郭文德是邀请这届每一任的市长拢倒来参加哦。真难得为柯水德、吴碧雄、黄大洲、陈水扁、万九佮霍良斌拢做伙共台。万九甲郭文德嘛将对两岸局势发表因的看法。
台北市40年活动市长关文体穿西装甲皮的，以现任大家长的身份欢迎每一任台北市长，包括前总统陈水扁，还有前总统马英九，关文体拢亲身迎接。只是对马英九首战就买战的言论，唔拿外界关注。关文体认为，爱无避战嘛唔免惊。其实我跟你讲哦，这个台海真的，一打起来不得了，这个，所以应该要非常慎重。我们不避战，不畏战嘛但是也不是太轻率。像你怎么看国台办说没有海峡中线？这个就是这样的哦。要是我了，我看完那一句话，马上回去赶快看什么要准备的，再准备多一点了。两岸局势情权攻击一直西台湾，佮超过海峡中线。中国国台办认为海峡中线已经无存在，马英九是激动回应。两岸相互尊重就会存在。比较马英九真侪届拢对两岸议题发表看法，业界啊出席的陈水扁面对媒体提问无加做回应，颠倒是利用地事的时阵呼吁爱合作。为什么朝野没办法坐下来，两岸更没办法坐下来？我们认为能够齐聚一堂，大家坐下来就是好事。每一年市长，佮有靠水伫吴碧雄、黄大洲、甲郝龙斌，佮有议长拢来。做阵翕相，靠水伫甲吴碧雄坐中央，但最近甲马英九的座位卡名互摆开，关文体坐伫上正边，管理台北市政，因一个接一个，佮有人后一步就是做总统，咁嘛是关文体的后一步。很多事情就这样，近期在我嘛我们人可以努力就努力，剩下给天气决定就好了。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来看台中和平山区有一位农民曾发现一只台湾乌熊，乌熊的倒手去抓到掠山底的外野锁嘛随进行通报。当时林管处是表示这是一只对2018年就开始监测的乌熊，目前会先来甲伊救治看复原的情况，再来做拍算。体型臃肿的台湾乌熊趴伫山坎边，看起来真稀张，嘴角也老花，原来是中农民的陷阱，无法度脱困。小心哦嘿，来慢慢的看怎么调。当时林管处人员甲兽医将这只乌熊先麻醉初步检查，伊健康真好，是属于成年的乌熊。为外观检判，倒前骹正起来，喙的伤势也是伫挣脱时阵造成的。套索套住之后，那熊的本性或是动物的本性都一样，它都会想要逃离那个地方，想尽办法去咬，想把那个套的地方绳索咬断。前早起8点，伫东猫山附近的果园有一只乌熊中俗称山猪条的套索陷阱。当时林管处接到通报，赶到现场，确认是一只乌熊。是2018年大雪山乌熊族群监测时，捌抓到黑红的成年的乌熊，便好711直接进行保护臂野外夹伤记录。主要的活动范围相当的大哈，那包括到了东卯山、乌窝尾、白冷山这一带，就是它的主要的活动范围。农民表示，因为果园常常被山猪草大，农损严重，才用套索防治。长期关注台湾乌熊的学者黄美秀表示，除了显示乌被用野外的情形严重，关山过度开发对乌熊也是威胁。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说熊去造成农损，然后导致的结果，这里本来就是它的活动空间了，是我们高山果园开到那里去。学者认为应该有效立管甲限制野外使用，才袂互更较侪保育类动物受到伤害。这个案件农民主动通报未受罚，这只乌熊在救治了后，但情形稳定，各评估原地野害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3年前，有一个警察李警员伫咧歹徒的时阵，互歹徒开车龙佮向伊的头壳开枪，后来伊是变做植物人，倒伫病床23年，伫9月18过身。警政署长陈家钦昨嘛亲身来参加公祭，署长嘛强调讲，政府一定有奔4亿预算，要来改善装备，加强保护基层的警察。站起！新北市警察局副局长温基发带队甲警旗砍伫灌木顶悬，要送警察李进全最后一程。李进全伫23年前去互歹人开车弄着，为头壳甲开枪，经过几啊届的手术，也是变做植物人。顶个月18，因为器官衰竭来过身，食到48岁。个别设这天，包括警政署长陈家钦、家己县长洪忠良、家己市长黄敏惠拢有出席，场面是真悲伤。总统蔡英文马上惋怜致意。我们曾经很不甘心，
因为他很多梦想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让他当警察。 因为警察是神圣的职业。后生因公殉职，李进全的爸母心内是真悲痛。不过规家伙仔并无后悔，也是支持李进全做警察。因嘛呼吁政府爱保护基层的警察。行政署长陈家钦表示，行政院已经编列4亿的预算，要加强警察的装备。眼泪都掉下来，已经拨了4亿多，今年会把相关训练还有防护安全的装备都会采购下来。 警察权益关怀协会指出，目前教官制度的问题，体制教官大部分是术科的专业，如果爱兼教学科、教法律的知识，还佫有案例的分析，烦恼加减会影响到警察面对常常发生的状况，无法度正确判断用枪的时机。因为你要叫他们研究法律，然后把它变成实务化，他们可以运用的，这更太难了。警察权益关怀协会列出可比讲家己落去升级，甲较旧的画图的工具换新，还佫有头顶等等个人的装备爱赶紧改善。这几年嘛发生几啊件，警察被掠嫌犯，煞无细致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警权会嘛呼吁，甲预算投入基层警察安全驾驶的训练，希望会当减少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铁路电气化的最后一段南回铁路已经完成全线的电力设备哦，商贸已经有来试过，若是顺利哦，年底就会当来使用吃电的电车。南回线有一寡车头风景特别水哦，有真侪民众拢会专工去遐看风景，未来安全问题嘛是爱特别注意。 南回铁路98.2公里电气化的工程，规条铁路的电力设施甲电线，顶个月全部拢修好，电力分支所嘛小连续完工。沿线车头的月台已经全部改造，会当互电气化列车来停泊。10月7日半暝顺利完成送电的测试。铁道局表示，南回铁路电气化按算今年底完工通车的目标，已经向前行一大步。那后续如果单机测试 OK 的话，那后续我们会再做一个稳定式测试。台东。 花东的那县民更容易返程回到家，这样。南回铁路沿路有真侪美丽的风景，亲像是多良车头，还有太麻里边高道。10月7日连续假期的头一天，不少民众拢去铁基路边翕相，尤其是太麻里边高道，是搁较瓦近电气化的设备。保全人员一直甲民众劝导，爱离25000节高压电的铁基路较远咧。铁路电气化刚通电而已哈，怕说会有触电的情况哈。 南回铁路电气化的工程7年前开始动工，按算年底会通车，完成全岛铁路电气化上尾的一段。以后台东的民众若是要去南部，就毋免阁忍受坐柴油味的车。毋过公务单嘛提醒沿线的居民，为即马开始，伫咧铁基路附近的活动，至少要保持1公尺半的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花莲的警方最近是交通大执法，伫市区开出袂少违规停车的罚单，其中白线停车嘛互开单，互民众无法度接受。不过警方是表示讲，依照交通道路的法规哦，白线停车嘛是袂使超出白线，所以只要占用车道就会处罚。这是花莲市美仑地区的中美路，伫遮的车定定停错错。 地势后壁骑机车的人必须要先去快车道顶悬，另外市区的街仔路嘛会当看到车拢停伫咧白线顶悬，但是车速超出白线真济，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会塞较出来，对无？我都惊讲后壁人车来了。是需要整治啦，不然交通真的很乱，因为车流量大。 花莲警方最近交通大执法，其中就针对违规停车的部分加强处理。真侪民众爱讲家己停伫白线顶悬，啥个互开罚单。警方表示，白线停车也是袂当超出路沿40公分，而且袂当超出白线来占用车道。车道空间范围允许下，要紧靠路边的边缘不超过40公分的一个范围里面来停车。如果你有站到这个路边边线那就是已经站到车道的部分，这个属于违规的一个太样。 毋过，真侪民众认为市区的路会挤挤，若是停车定定会去压到人行道，也是超出白线。若是照警方的标准，市区的巷仔根本就全部拢是违规。那对民众来讲，难道是要带着尺都出门？要停车的时候要先下来量一下那个白线的宽度吗？我们想，在交通执法单位在这个法令上的解释，应该是要清楚明白。花莲警方强调讲，要处理违规停车，主要是以已经严重影响到交通为主。 袂跳过来找民众麻烦，若是有检举，警方就必须爱开单。请民众白线停车，唔通占用车道甲人行道，而且爱顺向停车嘛，袂当停错错。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已经建立超高龄化的社会，劳动部嘛特别委托民间团体伫南投的草屯来举办培训班，特别针对老大人来设计营养的菜单，咱做伙来看卖。用心料理，美味阁下老大人胃口的菜色就完成了。切菜啊，切菜方面就是要切得比较细碎这样子，对。然后煮的烹调方面就是煮得比较柔软这样。这边参与课程的学员本身爱有中餐基础或者是相关工作经验，伫参与课程的时，就会当较紧进入学习状况，用早到日当照服务。不管是咀嚼啊，以及它的那个质地的细碎的程度，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都是我在平常的时候都没有学到的。那其实也借由这次的这个协会的这个经验，那有宝贵的经验，让我可以运用在未来的工作上面。随着国内人口快速高龄化，今年85岁以上的老大人人口已经占10.3%。为了应应相关产业人才的需求，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台湾这场机能协进会开设这项课程，将近有80%都会到我们相关产业去就业哦。那在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我们在今年已经拿到了2门课程的认证以外，那我们现场的学员也是即将送审再有2门的一个认证，所以他们即将可能会拥有4张证书的部分。台湾这场机能协进会表示，今年是第3年开办培训课程，来自各地从事主家学员，甚至有参应科的学生，拢把握这边难得的机会参与课程，希望摕到真正增加竞争力的同时，卖当提升对老大人的服务照顾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的水里溪是一个真好的体育运动的场所哦。溪头是当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轻艇的运动哦。而且也捌举办过全国性的比赛，那么做伙来看卖。溪水真蔡流，轻艇选手尽力个顺比赛标杆指示，连面滑头转弯，连面大力高向前。这是南投水里溪全国轻艇激流对抗赛的选择者举办，就是因为台湾各队选手、奥运的国手，拢感觉这正适合训练。我从国1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训练，对，所以我觉得这场地非常棒。其实很积极，因为这个场地其实说实在说，不管是水质啊，或是水量都其实可以控制得非常好。南投水里溪溪水深，水谷大，港蔡流，真适合轻艇选手训练。今年世界各国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取消侪运动比赛。轻艇协会特别举办全国轻艇激流对抗赛，让选手自我挑战，也会当定心测到比赛的感觉。像我们目前有奥运的4位的培训选手，也今天有下去比赛。那还有台中部分也有台中的一些教育大学，国立台湾体育大学顶尖的高手大概有40个来挑战，也要考验一下这半年来教练跟选手一个目标一个测试，然后提升整个训练计划。水里溪天然的环境，还有大电配合下水，增加难度，让水里溪成做轻艇训练甲比赛上赞的地点。国训中心也有意向在这设培训中心，把水里打造做轻艇运动以及水上救难训练的国家机队。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伫高雄就业者推出免费予民众坐飞轮机看月亮的活动，那么做伙来看卖。有的日本真有名网架的彩绘飞轮机，豆豆降落伫咧跑道顶悬。航空业者搭后疫情时代为出国风潮，打造中秋赏月的专机，准备伫咧初一暗免费载全国40个名号做上午的民众，做伙伫咧2万英尺悬看天星赏月娘。这嘛是国内头一届为高雄出发为出国的行程。阿孙呢，小时候问我说：“阿嬷，你什么时候要去月亮啊？”我说：“有一天阿嬷住在地球累的时候，我就回我的月亮了。6点的时候呢，刚好就开始可以赏月了。好，那预计的时间呢，大概是3个多小时。好，那会回到高雄。唔但名号做上午的旅客，其他的民众买当坐飞轮机，体验无同款的方式来过中秋。虽然最近国民旅游真强，不过也是有业者感觉真无乐观，认为贵出国是真扼挽救国内航空业的生理。根据民航局的统计，今年国内6大航空业者顶半年亏损的金额是达到新台币54亿。总体来讲，可能还是不太能变成主流，但是那个业者利用它多余的运能服务能量来推出一些比较
新的这些体验机还是值得鼓励啦，只是说要怎么样去贴近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全球航空的运客量要到2024年才会当恢复到疫情之前的需求量。航空业者表示，虽然未出国，实际上的营收有限，不过嘛发展出新的创意的服务，未来会看市场反应的情形来推出新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哦，即嘛有风声讲4星级的酒店韩舍爱丽哦，要转做防疫旅馆。韩舍爱丽嘛对外表示讲，目前已经把申请书送到市政府了，等待市政府的审查。年假的头一天，4星级的韩舍爱丽酒店无偌济旅客出入，看起来冷冷清清。工作人员泵体温了后，带旅客上楼。加官方网站拍开，订房的时间煞干那到10月17，了后日子全部互拍车啊，连跨年的档期嘛拢无开放。若是韩舍爱丽传出讲，上紧10月中转做防疫旅馆，10月18了后无搁接人客。台湾现在防疫做得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不用担心。可能国外的旅客真的减少太多了，经营的方向改了吧？这一边大家人来人往了，如果变成是防疫酒店、防疫饭店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感染上的一些疑虑啊？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韩舍爱丽9月份的大爆率休困日有8成，偏上日是大概2成。韩舍集团发出声明证实，韩舍爱丽未来转做防疫旅馆，已经送出申请许可认证给北市府。韩舍爱丽现在已经申请书面地建，在书面文件审查之后，会由我们观光传播局、卫生局、建管处、消防局以及我们的医护辅导团到现场去会勘，会勘通过以后才能成为防疫旅馆。你不做防疫旅馆，根本没有客人啊，量一直不够啊。不够变成有的客人去住到什么无照的旅馆去啦，或者住到日租套房里面去啦。那有的大饭店也偷偷的接啊，但他现在把它规范起来。目前台北市有70间防疫旅馆，客房的总数超过4000间。星级旅馆转型防疫旅馆，佮包括天阁酒店、中山义霞酒店、金华酒店等等。若是即马韩舍爱丽嘛要加入防疫旅馆，毋过酒店内底餐厅、宴会厅等等也是会正常来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有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是发现讲，超过8成的食头路人薪水根本就无够开哦，有4成的人薪水是拢开了了。人力银行是认为，民众无爱开钱，嘛无法度来刺激消费哦，到尾仔嘛影响到企业，所以调薪水的意愿，规个台湾经济成长就会变甲真低。最大就是房贷嘛。对啊，然后就是家用生活费、小孩子学费之类的。现在我压力比较大的是房贷支出，对，还有养小孩的支出。其实没办法存到钱，在疫情前一直都有这个现象。那讲到生活的所费，上班族真侪手头拢真红，尤其是伫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根据人力银行公布一份上新的调查，有甲8成的上班族薪水拢无够用，也若4成外，大概月薪水是拢开甲打，而且若以912万红请的员工来算，大概月薪水拢开了的人，可能超过371万人。过度省钱的结果，只储蓄不消费，对台湾的内需经济也绝非好事。恶性循环下，就是消费不振，连带使这个厂商业绩也不振，那影响到了企业的这个调薪意愿。学者认为讲，受到疫情的冲击，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有个人的收入拢受到影响。政府伫疫情控制稳定了后，应该要拍拼刺激经济。大家荷包都会在紧缩，政府当然要积景气嘛，然后。产业嘛，有一些产业可能要供体时间啦。我觉得有一些产业，如果他在这时候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话，他应该尽量让原来员工能够为本的生计。另外，调查嘛显示，钱无够的情形之下，有6成的上班族下班了后想要兼工课，4成以上的有经营副业的计划。伫咧万项的物件拢起价，敢若薪水无起的情形之下，上班族敢若会当家己找财源来维持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嘉义的在地剧团三麦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外演出的机会是减少真侪哦。伊嘛甲布袋戏翕做电影，嘛甲在地风景拢翕入去，也毋若有艺术，冇在地特色。一腔情万破，付出繁华心过路。布袋戏翁仔出场气势十足，刷来精彩的武功对决，互现场欣赏影片的民众，大家是看甲目睭金金。三麦堂创意翁仔剧团，甲因一出布袋戏音乐剧拍做电影，
电影内底出现的背景，都是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景。阮这出电影总共拍3个月时间，然后这届咱文化局迄个补助阮的经费是9万块，啊，实际上若是安尼一出电影40分钟，啊，甲这个特效佮后置，直接60万以上。我对家人来暖暖嘿。啊，看这边看了以后感受？感觉足感动的，我的副军真做缘投的。因为预算有限，参加演出的工作人员拢无摕薪水，佮加上这红仔具体是用来点蜡，比一般演出用的红仔佮较重，师傅特别辛苦。一定是8点钟以上啊！啊，上恐怖的是，你伫迄明明迄冷气吹足强的，嘛是规身躯流到安尼拢是汗，因为红仔重以外伊衫足厚的，所以足热的。剧团为了堪用经费，利用实景来拍片。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认为，这唔但展现创意，嘛互人实际看到嘉义县会当运用的资源。在面人用布电的电影方式来呈现哦，这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个方式啦吼，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名人带入啦。顶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三脉洞厝外表演展览的机会拢受到影响，甚至为着要等艺文补助的钱，口罩敢若只剩400多块。不过因犹原是继续试验新的创作，希望会因为布袋戏这个传统艺术带来无同款的风格。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爱安怎广告才让讲了趣味？桃园市立图书馆特别安排台语故事之讲的培训计划，邀请老师来教民众是要安怎用台语来讲故事，让台语会使真真正正加入去咱的生活中。啊，三碗公野手啦！哦，你是食三碗公的，啊，阮三碗公外野手，你食较济，我食较济啦，桃园市立图书馆每一年拢会办本土语言的相关课程，今年是头一摆用台语来教民众要安怎讲囡仔册，开放报名，人数一时啊就满了。这个课程加热烈啦，那我们上网报名，一礼拜就拢满。若要互民众有兴趣听故事，一定要讲了精彩佮趣味，所以老师嘛特别设计课程，让故事会当活泼生动。即届咱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培训要去讲故事的志工，啊要用咱的母语来讲故事。所以咱伫个内底，因为你也干那教因讲安怎写母语啦，还是安怎翻译吼，大家感觉讲无趣味，所以咱就甲故事啊，甲什物热铁仔话啦，啊是讲要安怎做四句联啊，啊是咱一寡较传统的迄个戏曲，拢甲放喺内底。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华语的故事册，除了教民众要安怎甲华语故事换做台语来讲，声音的变化伫讲故事中嘛是一个真重要撇步。就教阮讲要用喙型，比如讲安尼就是一只鸭，哦，安尼就是一只熊，啊，就是用喙型 O 的甲 E 的安尼来。咱家己嘛较好记，啊嘛会使对囡仔讲哦，就趣味。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希望互囡仔伫轻松自在的环境学习本土语言，同时嘛会当增加亲子共学的机会，互台语自然出现伫生活中。记者杨淑晴、张玉水，桃园报道。再来看，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有真侪国家的上班族嘛是各地厝里的上班。来看高科技产业真厉害的欧洲国家爱沙尼亚，最近因就推出新签证的计划，希望会使吸引一寡所谓游牧民族移民到爱沙尼亚。蓝天白云，远远个人看到大海，这是欧洲国家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不过，有来自全世界不同所在所谓游牧民族。And right now, I'm managing everything far from home, far from my team. And because of COVID-19, right now my whole team is working remotely as well. 来自170个国家地区，差不多7万外位的游客加所谓游牧民族，虽然不是爱沙尼亚的国民，也当申请电子居留证，利用当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过，即马有国际招聘平台。加贝特科的创始人辛德里克斯发现制度的缺点，
希望政府会当推行新的签证计划。This group of people is not recognized by any policy. So in order to go and work in a country, you have to either have an employer locally or you go there as a tourist. And that's what a lot of digital nomads do. But the thing is that they are actually not allowed to work, 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forced to be illegally there. 虽然疫情会影响申请人数，不过当局已经自8月开始推出社会游牧签证，估计第1年会有1800人申请。这个签证会当予社会游牧民族在爱沙尼亚生活1年，不过要申请这个签证，月收入就会到爱沙尼亚国民的平均收入的2倍。But usual professions they have is that they work as programmers, IT industry, marketing specialists, especially digital marketing, affiliate marketing, SEO. And usually they don't make like 3,500 net income. What's the minimum for the digital nomad visa? 爱沙尼亚的新签证计划是为了要吸引高收入而且专业的社会游牧民族，会当伫咧 IT、金融、营销或者是相关领域独立工作，为科技业提供创意加技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报告是显示讲，全世界为着要抢救伫要断种的物种甲生态，提出真侪计划，毋过效果嘛是真有限。目前检讨起来，10年前画出来20项的目标，只有6项有达成。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高峰会9月30日伫纽约的线顶举办。根据最近出版的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报告，全世界为着要救地球顶悬消失的物种，还有生态系统所做的各种拍拼，成果并不好。I think some of the most disappointing ones for me are, for example, deforestation, especially tropical deforestation. In 2010, I think we set reasonable goals that we could have met if we had made the effort, and we haven't, especially for tropical forests. 不过联合国报告强调讲，研究不是要引起绝望的感觉，是要叫醒各国政府加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而且，若是10年前无设目标，鸟类甲食人类灭绝的物种数量，预计比即马悬2倍至4倍。Where you're losing those habitats, you are likely to lose those species, and that may not happen immediately. Often, what you're doing essentially is creating what's called an extinction debt. So if you degrade an ecosystem or you reduce it in size, it means that the populations of those species are going to decline, and you're risking extinction. 另外一方面，红河最区园的英国皇家食物园9月30发表2020年世界食物甲真菌的状况。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全球40%种类的食物面对强要绝种的威胁，有723种是有用的食物，而且有更较侪物种可能有医疗功效，但是人类还未发现。食物甲真菌有解决疾病流失等等问题的功能，不过人类所当地失去解决这寡问题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海域，前几天发生470只海鸥做伙客刷案件，经过抢救，有救到100多只的海鸥，是啥物原因才会发生哦？一体客刷这种代志的，咱做伙来了解。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顶一日发生近代历史上上大规模的领航鲸客刷的事件。拢总有470只，数量是真惊人。当局甲环保人士、志工，还有当地渔场的工人，组救援的队伍，经过5天的拍拼，成功救到101只的领航鲸。Whales were very comfortable having us around. They didn't seem worried at all. You could certainly, definitely hear that they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救援的行动甲时间走表几啊天了后。澳洲生态局日讲，塔斯马尼亚岛附近较浅的海域已经无要活的海洋啊，而且即届领航鲸客刷的数量多，嘛拢真大只，为着避免海洋的尸体烂气造成污染，引发第2波海洋生态的问题，宣布甲救援的行动转做清运尸体的任务。目前差不多350个海洋的尸体暂时先放互归堆，避免鲨鱼等等的海洋生物干扰。当局嘛先用15个海洋的尸体测试这个方式敢有效。另外，风的方向、甲海潮等等自然的因素，嘛拢有可能影响到尸体清运的进度。From what we could see, they were quite spread out. It's quite overwhelming to see how many are out there. They're obviously a smart creature. They can get around okay. Just doesn't really make a lot of sense why they end up putting themselves in that position, but they do it. 领航鲸大规模客刷的原因，目前还唔知影。不过可能甲领航鲸高度的社会化，
也有群体生活互动等等的惯势有关系。官方预测，去用成功救出来海翁，未来可能也是会伫海面中防，而且豆豆为创伤当中复原。未来这几天可能会伫附近的海域看到海翁佫出现，因为安尼嘛请居民斗3天进行后手的监控甲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开始东北风减弱，各地拢是一份好天，气温会豆豆回升，也毋过要特别注意哦，早暗温差会较大。做回来看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